家好，歡迎收聽今年嘅晨鐘課，穿越信仰風暴。今日係2月18日，題目係更美的家鄉。今日聖經上面說，他們卻羨慕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所以上帝被稱為他們的上帝，並不以為恥，因為他已經給他們預備了一座城。希伯來書11章16節。今日內文，羅得佢初初嚟到所多瑪嘅時候，佢自信滿滿，自己決唔會做惡事，並且吩咐佢嘅家人都追隨佢。可是佢顯然係失敗啦。而家好多人都仍喺度犯同樣嘅錯誤，殊不知佢哋嘅兒女卻被呢啲試探所包圍，而佢哋所交嘅朋友，對於造就敬虔嘅生活啦同品格啦，往往其實係冇幫助、冇益處，道德標準模糊，唔信上帝，以及又唔關心宗教呢啲事情嘅氛圍，好能夠抵消父母嘅感化力。青年人時時睇到違背父母同埋反抗上帝權威呢啲榜樣，又鍾意同不信上帝嘅人來往，就同上帝嘅仇敵發生咗密切嘅關係啦。當我哋選擇喺何處居住嘅時候，上帝要我哋先考慮嗰個環繞咗我哋同埋我哋家庭嘅喺道德啦、信仰方面嘅影響。有時我哋亦都可能落喺困難嘅境遇當中，因為好多人都唔能夠選擇佢哋所希望嘅理想環境。喺呢種情形之下，只要我哋警醒禱告，信靠基督嘅恩典，咁樣我哋嘅職務無論去到乜嘢嘅地方，上帝都必使到我哋能夠係站立得住，唔受到環境嘅腐化。可是我哋唔應該貿然嘅去置身喺一啲不利於造就基督徒品格嘅影響之下。嗰啲犧牲兒女永遠嘅利益而代佢哋謀求名利嘅人，終究就要睇出呢一個好處，原來一個巨大嘅損失。好多人正好似羅得一樣，最後睇到兒女敗亡，而僅僅救咗自己嘅性命。佢哋一生嘅事業落空，佢哋人生乃係悲慘嘅失敗。如果佢哋真係有智慧，咁樣縱使兒女少得一啲俗世嘅名利，都能夠係得到承受嗰個永遠產業嘅名分。上帝應許賜俾佢子民嘅產業，並唔係呢個世界上。如果我哋想要得到一個更美的家鄉，就是在天上的。咁樣我哋就必須要像是客旅是寄居的，住喺呢個地上。先祖與先知第144至146頁2003版。今日嘅晨鐘課就分享到呢度，歡迎你哋聽日繼續嘅收聽，拜拜。